第13課打電話。生詞：總台、分機、接線生、佔緊線、吸機、打錯號數、打唔通、接電話、信號弱、上網、網頁、電子信箱、網址、電信地址、先進、非常、清楚、可能、當時、搞掂、即刻。唔該俾個電話號數我，第日我仲要揾你幫手。我公司嘅電話係8573747，手提係090-936-2368。你乜嘢時間比較得閒呢？中午1點到，或者夜晚7點打後。開工時間打俾你，有阻你冇？有時撞啱開會就唔便，不過你可以發短信俾我噶。喂，呢度係唔係東方塑膠貿易公司啊？係啊，請問有乜事呢？我想揾做帽嗰位郭師傅。有，不過佢啱啱行咗出去，麻煩等陣，我去揾一揾佢。啊，係啦，你可以打佢嘅手提噶。我睇唔使啦，幾時佢返嚟？唔該你同佢講聲，話老張揾佢就得啦。今朝你揾我？係啊，做乜嘢你個機打唔通嘅？可能我閂咗機，我走緊車係唔聽電話噶。當時我個機冇晒電，未充到電。你叫我畫嗰張圖則搞掂咗啦？係咩？咁就即刻傳真過嚟俾我啦。